宝可梦圣辉，大家好，我是木牛。今天分享的是宝可梦圣辉的最新版本，当然也是迁移了别人之前汉化的文本。不过汉化迁移不够完整，所以依然有一部分对话是英文。在游戏里默认了玩家的固定的几个名字。在电脑里有3瓶伤药，宝可梦的基础数据更新到日月一样。进入森林洞穴不会出现那个图片，努力值调为252。宝可梦储藏系统拥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图片，优化了一些描述技能道具的文本。秘传记忆可以删除，就算你没有全国图鉴也可以进化，比如飞天螳螂进化成巨蟹螳螂。如果你的宝可梦中毒了，在非战斗状态下可以只剩下1滴血。还有修复了一些技能和特性上的 bug， 徽章变成了全彩式显示，更新了其他野生训练家在场外的图像。第二是 bug 环节，如果你电脑里出现了坏蛋，不要动它。教学电视机无法使用。不知不觉，小智的故事也结束了将近2年半了。